今日朋友介紹去試一間近期好紅嘅火鍋店，網上好多人都讚好食材新鮮，性價比高，一於去睇下點部署。羅湖口岸站 E 出口一直行，見到依然呢個牌再向前行，行到尾上樓梯左轉，右邊方向直行上電梯，前面就係貿易天地。搭升降機上4樓，有撈鮮門海鮮雜誌火鍋蒸汽海鮮，先睇下有啲咩嘢食，分別有肥牛、羊肉、雞肉。亦有唔同部位嘅牛肉，價錢都係10幾蚊一碟。仲有日式刺身，望落都新鮮。時令水果。牛肉、磨肚、豬皇后、豬肚、肥腸、豬腦花、鳳爪、鵝腸、北極綁花膠、大字、蘭花糖、海參、魷魚、墨魚仔、魚片、豬骨碎、牛蛙、鰻魚、三文魚頭、黃骨魚、換魚腩、黃鱔片、甲魚，最特別一定係小青龍，一定要試。仲有明蝦、黑虎蝦、羅氏蝦、皮皮蝦、饅頭蟹、櫻花蝦、白刺蝦、紅花蟹、膏蟹、三眼蟹、大紅花蟹、沙白、白杯貴妃榜、黃金貝、聖子、大子、生蠔，成隻手掌咁大隻三頭鮑，其他火鍋配料丸類、福袋、蟹柳、鴨血、蝦滑、菇菌、
菜類等等。原來仲有烤榴蓮，有提供唔同嘅汽水以及超大飲品櫃，唔同種類嘅飲品、啤酒、調料台。我哋兩個人拎咗海鮮、牛肉、生蠔、鯇魚等等，加埋花膠濃湯底，令鮮味升華唔少。食完一碟又一碟，食唔停。總括嚟講，平均10幾蚊一碟，任揀，份量足夠，加上環境地方夠大，寬敞舒適，的確係一個海鮮市場，食得滿足。如果影片內容幫到你，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